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日係2025年6月15號，今日係星期日啦。好啦，我哋繼續嚟到星期日嘅時間，我哋繼續同大家揭露最新嘅香港時事噶。好啦，呢節我哋要同大家揭露係呢一個咧叫做土共土共咧嘅戰狼報章，呢個叫做咧文匯大公啊。好啦，咁我哋最近咧都留意到咧係香港咧嘅戰狼。其實佢哋而家係真係咧亂作一團噶。而呢一個咧係大公報咧，亦都咧緊張起上嚟。最近有幾件事係令到中國大陸咧肯定係相當之緊張噶。好啦，第一當然係中美貿易戰。第二肯定而家咧就係叫做咧係以色列咧係攻擊呢一個咧係伊朗，而伊朗隨時唔係講笑。其實喺邪惡軸心咧國家眼中。就係覺得咧嗰啲盟友救唔翻噶，即係俄羅斯走去打烏克蘭，差唔多咧俾烏克蘭係拖垮。中國大陸咧唔知點救，因為中國大陸自己都就嚟爆煲。而伊朗咧，伊朗其實亦都咧差唔多。好啦，所以其實呢個世界咧三大咧邪惡軸心國家，其實咧都係危危乎噶，各位並非咧係冇可能。我最近咧亦都係同咧朋友係聚舊。咁當然啦，有講起香港問題。咁香港而家可能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可能係好辛苦好受煎熬因為喺香港嗰個生活其實最大嗰個係壓迫都唔係咧經濟嘅壓迫因為香港人其實同內地都差唔多，其實又係相當之咧可以捱苦噶就係有錢我會使，冇錢我死慳難慳。其實香港人慳起上嚟都可以好誇張。咁所以最苦嗰樣嘢並唔係個經濟嘅問題。咁當然啦，唔係講緊你而家負資產俾銀行 call 窿嗰種啦，而係講緊可能冇乜負債，純粹而家咧收入咧下跌。咁我識好多人其實都係上咗岸好耐嘅人嚟噶啦，佢哋當然唔會好似而家嗰啲新嘅年輕嘅夫婦咁就係走去咧上車。咁所以佢哋當然個叫做負擔其實係有限，最多即係話咧係唔算係富貴，唔算係富足啦。而家香港。好啦，咁而家香港最苦嗰樣嘢，當然就係因為個咧係壓迫，精神上邊嘅壓迫，係覺得好似咧係冇乜希望。而對可能西方世界係有期望，偏偏呢一個叫做美國俾特朗普騎劫。好多人都好聰明咁同我講，而家唔係美國有問題，係特朗普啫。呢個我同意，我完全覺得係應該盡快係要將呢個咧係特朗普拉翻落嚟。好啦，咁呢節要講翻係香港呢一班咧戰狼。其實而家呢班戰狼好恐懼噶，因為其實伊朗呢個國家唔係講笑真係咧係會被扯冧噶，唔係講笑。但雖然隔住呢兩個國家同伊朗開戰你話咧真係要打爆咧伊朗，可能咧有困難但係都唔係噶，就係因為呢啲獨裁國家，即係伊朗俄羅斯、中共佢哋真係咧係班元首。係被斬首之後其實個國家就會崩潰噶你睇下係敘利亞啦，你睇下咧係中東嘅茉莉花革命你就知道啦。你睇下利比亞，其實嗰班獨裁者咧全部咧係崩盤噶所以唔係講笑噶你話要以色列隔住個國家嚟同佢打仗你話要咧係好似俄羅斯咁係派兵係進攻咁，當然你必須要有陸軍。而家唔係講緊咧以色列係全境佔領伊朗先至會令到伊朗咧係倒台噶敘利亞都唔使啦所以唔係講笑噶。其實真係以色列係真係有機會會令到咧伊朗係崩塌噶，唔係講笑。好啦，呢度亦都想講一講，其實我哋喺呢件事情上邊並唔係咧鼓勵係戰爭因為對住獨裁國家進行咧斬首行動其實你可以喺某個程度上話係一種喺冇辦法選擇之下嘅困難選擇，一個拯救行動，因為你盡快係去瓦解一個邪惡政權其實同救人係差唔多。因為俄羅斯拱咗幾多俄羅斯人去上去前線，而嗰啲俄羅斯嘅士兵唔需要係幾萬人咁樣去做炮灰噶而家你等於縱容普京，其實你係等於縱容緊普京喺度殺生而只要克里姆林宮裏邊嘅一班高層可能講緊
100幾十人㗎咋，佢成個普京集團已經連根拔起㗎啦。你諗下，其實你係縱容普京係繼續進行戰爭，其實你真係等於係加害緊其他嘅生命。所以喺咁嘅角度之下，我而家唔係主張以色列佢喺加沙做嘅嘢。但係如果以色列真係真真正正去對伊朗，真真正正去對哈馬斯啲領袖係進行斬首行動，好大程度上其實你係可能救翻好多人。咁當然啦，以色列冇咁理想啦。不過正如我哋剛才所講，基本上個世界局勢從來都係電車難題嚟㗎。基本上其實兩邊你都唔好同我講你有道德啲，兩邊都唔係有道德㗎啦。如果唔係都唔係叫電車難題啦。好啦，要講翻正題嚇，講得比較遠少少，不過唔緊要啊，因為我哋並唔係新聞報導，而係詳細咧嘅時事分析。呢次我哋要同大家揭露嘅係大公報咧如獲至寶啊！如獲至寶啲咩咧？係日本首相咧係石破茂咧出嚟譴責呢個以色列咧係攻擊伊朗㗎。咁咧就話咧係黃絲啊，而家咧輸到趴喺度，天塌落嚟啦！日本咧竟然咧譴責美國咧。係向美國譴責呢個咧以色列㗎，其實真係相當之好笑。首先成個邏輯可以話得上咧叫狗屁不通㗎。第一，日本去譴責咧以色列可以咧基於咧好多原因。好啦，正常嘅國家基本上咧都應該係譴責咧係軍事行動㗎。好啦，當然啦石破茂個譴責我咧就唔係太過接受㗎。不過都唔緊要，唔同嘅國家嘅元首對於個戰爭嘅立場唔同睇法都好正常。大致上其實咧係文明世界，大致上所有國家都盡量都係反戰噶。正如我剛才所講，除非嗰個軍事行動真係咧能夠瞬間咧瓦解係一個邪惡政權，而大多數咧嘅民主政府同民主嘅政客都唔想做呢件事，就係因為佢其實任期有限，而嗰個地方個爛攤子所謂。好似係敍利亞咁，足足咧可以拖10幾20年以上㗎。如果係情況太過惡劣，好啦所以啦，西方世界嘅其中一個咧係經常俾獨裁者睇到嘅弱點，就係大多數都唔夠膽咧係對呢啲獨裁國家係發動咧攻擊，哪怕個攻擊可能係瓦解佢個政權。好啦石破茂咧譴責以色列，咁同香港啲人黃唔黃絲有咩關係啊？而家大公報已經亂作一團啦。因為其實中共咧係相當之驚呢個以色列。以色列咧差唔多係最具有咧攻擊性嘅國家嚟㗎。而且以色列咧差唔多攻擊嘅所有國家都係嗰啲邪惡軸心國家啲好朋友嚟㗎。你睇下俄羅斯成日報稱自己咩戰鬥民族。以色列係派飛機係去直接咧轟炸呢一個咧俄羅斯嘅基地。俄羅斯幾乎連譴責都唔夠膽譴責㗎。所以啦，我唔係話以色列啱晒，而係呢個世界嗰啲時候咧，好似鬥獸棋一樣啊。其實以色列咧係真係剛巧食住呢幾個邪惡軸心國家，因為幾個邪惡軸心國家其實都唔打得㗎，最怕咧就係真係要開戰。而嗰啲軍事五毛咧，亦都全部咧潛晒水㗎。又話自己點樣犀利點樣擊落呢個咧法國戰機。佢哋真係叫最叻就係恰民主國家對住以色列，佢哋一句都唔夠膽講。好啦，所以啦，我都唔明大公報喺度做咩咁揾嚟呢一個咧係日本嘅石破茂嘅譴責。日本其實亦都對個戰局都冇乜影響，而石破茂作為係民主國家嘅一個首相亦都不嬲都唔中意呢個美國㗎啦。咁而家有邊個國家除咗嗰啲最無知嘅 MAGA 黨之外，有邊個會同你講我好中意特朗普㗎？真係除咗無知之外，我真係諗唔到理由。好啦，咁日本出嚟譴責以色列啦，咁同香港啲黃絲有乜關係啊？請問即係石破茂譴責咗咁伊朗就唔冧啦，係咪咁呢？咁你叫石破茂去救佢咪得咯？如果係咁，所以真係好笑。其實而家咧香港嗰啲戰狼報章其實而家咧係真係亂作一團㗎，都唔知自己寫乜因為佢哋嗰個大佬中聯辦嘅鄭雁雄俾人掃走咗啊嘛佢哋而家真係唔知道到底自己往後嗰一步點樣行。我哋今節同大家暫時揭露到呢度，敬請各位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啦，記得繼續建設性留言亦都可以講下大家嘅睇法，到底今次贊唔贊成以色列嘅行動？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哋，請繼續打開我哋本台節目清單，欣賞播放再播放再加手動點擊。好，我哋今次時間同大家暫時講到呢度。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安裝 Surfshark VPN， 多謝。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為咗香港人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嗱，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嗱，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鎊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啊，大家咧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咁所以咧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為一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嗱，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直接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